我哋 Max One 評估，天文台就超強颱風華加莎發出10號颶風信號嘅機會係高。我哋重複一次，我哋 Max One 評估，天文台就超強颱風華加莎發出10號颶風信號嘅機會係高。每逢打風，大家難免有掛幾號波、幾時上、幾時落等嘅問題。有見及此，Max One 喺2020年開始發布非官方嘅風球概率評估。我哋係點樣作出風球概率評估嘅呢？今集氣象通識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根據 Max One 觀察，3號、8號同埋10號風球都係以風力作為指標，並包含預測成分。至於9號風球就係對最高級別嘅10號風球有預警作用。所以我哋會結合實測同埋遙感觀測數據、傳統電腦模式同埋人工智能預報，以及過往嘅案例，分析每次打風香港各區可能承受嘅風力，從而評估天文台發出某個級別風球嘅機會。風球概率評估嘅概念可以類比為足球員入12碼嘅機會啊。雖然唔少人都笑話12碼一係入一係唔入，但係球員嘅射術、心理狀態等嘅變數，其實都係會影響結果㗎。同樣地，風球唔係一係掛一係唔掛。Max One 將風球概率評估分成6個等級嚟表達發出相關信號嘅可能性，當中低至中等、中等以及中等至高呢啲等級都有一定機會出現掛變唔掛或者唔掛變掛嘅例外。其中一個例子就係2021年嘅熱帶氣旋獅子山，當時傳統電腦模式預測烈風只會間中影響離岸同高地。佢嘅持續性同廣泛性唔符合一般8號風球嘅情況，而獅子山以熱帶風暴強度喺香港西南面500公里左右掠過。當時參考過往案例，天文台未曾就類似條件嘅風暴發出8號風球，但電腦模式亦都預料強雨帶有機會持續影響廣東沿岸，掠過本港期間可能帶嚟短暫嘅風力上升。呢個情況可以話係較唔可能掛8，但強雨帶伴隨嘅風力上升屬於可能導致掛波嘅例外。因此，我哋當時評估天文台發出8號信號嘅概率係低至中等。最終影響本港嘅強雨帶以及伴隨嘅烈風較預期持續同埋廣泛。天文台需要喺10月9號嘅朝頭早發出8號風球並維持22個鐘，係屬於唔掛變掛嘅例子。風球概率評估冇統一嘅發出時間，咁係因為唔係每一隻風都可以超前部署。以2025年熱帶氣旋華加莎為例，3號風球生效冇耐，我哋已經評估天文台發出10號風球嘅機會係高。主因係華加莎颶風區廣闊，即使佢比預期行遠咗少少，仍然可能為部分地區帶嚟颶風。相反，2023年熱帶氣旋蘇拉就要喺9號風球生效之後，先至評估天文台發出10號風球嘅機會係高。主因係蘇拉環流細小，近岸路徑強度變數亦都較大。因此要睇到最後一刻，先至可以判斷香港受颶風影響嘅可能。我哋亦都會基於最新資料，判斷係咪需要更新風球概率評估。例如2025年嘅熱帶氣旋塔巴，就因為隻風較預期接近香港，我哋將天文台發出8號風球嘅概率由中等提升至中等至高。而為咗令觀眾更加理解風球概率唔係非黑即白嘅概念，我哋由2025年8月開始喺風球概率評估嘅貼文同圖像加入預測同變數嘅描述。身處資訊爆炸嘅年代，即使係民間氣象媒體發佈嘅內容，喺社會亦都足以引起漣漪。我哋作出非官方嘅風球概率評估，誠然唔係百發百中，但絕對唔係行船爭解纜或者係嘩眾取寵。我哋亦都會繼續精益求精，作出有責任嘅預報，並改善發佈資訊嘅方法，
為觀眾提供準確而簡單易明嘅內容。